美国白宫公布2025财政年度的预算，其中是第一摆把台湾单独列出来，编1亿的美金，要用外国军事用资等等的门路来援助咱台湾的军事装备。美国国务院讲，这是历史性的投资，来展现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白宫伫美东时间10月公布2025年财政年度预算案，其中头一届单独列出台湾编1亿的美金，差不多新台票31亿4千万，要透过包括外国军事用资等等的管道援助军备，强化台湾的核武力。美国国务院形容讲，这是一笔历史性的投资，展现对台湾安全的承诺。We break out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ave a specific line item for it. Reaffirms our commitment to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Taiwan and to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 think it's very clear. I think it stands on its own. 美国总统拜登嘛头一届伫国防部编5亿的美金，用伫补充提供予台湾的武器，予美军确保火药甲武器的库存保持备战的状态。法案来自总统拨款权，会当伫无经过国会许可，高速提供台湾安全援助。It provides that backfill for the services for anything that we provide to Taiwan. We then would be able to look at how to keep ourselves ready in those same areas. So that $500 million will allow us to backfill ourselves for items that we might provide to Taiwan. 这还在编列嘛我们的确有一些法案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我们会持续密切注意。美国首度在预算案中单独列出台湾。编列经费协助台湾强化嚇阻能力，这是美方再次展现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协助强化我国的防卫及嚇阻能力。外交部对此表示高度欢迎。拜登去年7月份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上济3亿450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8月份，佫透过外国军事用资，提供台湾8000万美金的军援。今年2月宣布伊上任了后，第13届对台军售。不过，目前美国对台军售也有19案要卡条咧。记者综合报道。